嘉義市政府和台北市政府接到通果實業有限公司自主通報，講因生產的麻油車烏麻油檢出苯偏比超過標準，目前已經有調查清楚，也到商品路記錄。那台北市政府啟動第4批擴大抽檢，針對到這市佔率、使用率正懸的麻油原料和市面上網絡頂台通路，攏要來加強檢驗。詳細檢查由嘉義市衛生局派員去通果實業有限公司稽查，抽驗油桶內烏麻油，要求業者暫停製造。衛生局講，業主自主通報、自主產驗生產的麻油車冷壓烏麻油，驗出苯偏比超標，部分配合全部性預防性落來。請廠商呢將該批麻油來做下架回收，停止販售。那待檢驗合格之後呢，才能夠再重新上架販售。台北市衛生局嘛同步舉報，業主自主通報同款的商品，已經派員去總公司甲通路門市了解產品進銷存甲落來情形。經過調查，問題配合216罐，部分配合全部落來。麻油是家庭食用的食補食品，同步展開市佔率、使用率懸的麻油原料，甲市面上實體販售通路甲網絡購物加強抽驗。使用麻油的店家會列為特別的重點稽查對象。那如果有任何使用到的部分，也會立即的下架，同時通報衛生局。問題油也未煞為大豆沙拉油、擴大油驗出苯偏比超標，佫擴大到麻油產品。地方衛生局初步調查，業者用假稱方式向外縣市進口原料商購買烏麻原料，苯偏比超標可能原因還佫查。麻油的製程跟苦茶油有一點類似，沒有像這個大豆沙拉油有後續的精煉過程啊。那當然詳細的情形呢，那麼也都由食藥署跟地方衛生局在進行了解。通果實業有限公司發聲明，用過歷年產品檢驗攏符合相關規定，毋捌發生無合格的情況。這屆主動產檢發現問題，通報主管機關了後，會全力配合主管機關的調查，也加後續的檢驗。未來原來的搭配檢驗了後再處罰。業者嘛呼籲，希望政府會當建立機制，鼓勵業者發現問題勇敢通報，毋是主動公開了後雪向處罰。記者採訪報道。